来请收看咱的新闻。美国公布台湾的对顶关税是 Q20%，大总统强调这是暂时的，但是等到2、3日调查结果公布了后，关税会较明朗。彰南投市虎南二路饮水这间风油封锁线，所有民众骑奥多摆被过硬甲冲落，人和车拢引起落尾是救无回来。下晡台北市林一搭建案工地伫咧做地下室风水工程，几多名工人共用分气，怀疑是相关材料，搁再加上无通风，才会造成意外。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初1 AM 新闻，我是嘉豪。美国公布台湾的对顶关税是要甲咱扣20%，咱台湾的是平咱台湾的对手，即日本、南韩15%是搁较悬。总统赖清德表示讲，台美双方还未完成总结会议，这只是暂时性税率。不过美国的2、3日条款调查结果还未公布，敢是代表讲这谈判的重点拢是伫咧台湾的半导体和相关的供应链内。赖总统强调，台美目前敢若进行原则性的协商，那等到2、3日调查结果公布了后，关税就较明朗。虽然已经获致阶段性的成果，但20%从一开始就不是台湾谈判的目标。我们希望在后续的谈判当中，争取台湾更有利、更合理的税率。对美国公布台湾对顶关税税率，总统赖清德一直强调，这只是暂时性做法，因为最终的总结会议也未进行。虽然台美双方也就供应链合作，也有上较重要的2、3日条款继续协商。美国也有提出他们议题的设定。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台湾对美国的贸易逆差主要来自于半导体、ICT 产业跟电子零组件产业，这个调查尚未公布。所以我们现在只是进行一个原则性的磋商，待它公布之后，我相信谈判团队会就232的部分跟美国做进一步的谈判，那时候情况应该就会明朗。20%虽然是暂时性税率，不过台湾主要竞争对手日本、韩国拢是15%，就惊国内产业受到冲击。赖总统强调，台湾的谈判策略除了秉持平衡台美贸易逆差，也有互补互利为原则。政府也调整台湾产业竞争力甲升级转型。虽然特别条例、特别预算还没有通过，还没有执行，那我们已经用以缓济急的方式，就目前受到冲击的产业，在进行多项的支持。行政院有必要因应现在的这个情势，做全盘的调整。我们在谈判过程当中，不断的跟美国说明，有关国会权利的，我们一定要经过国会同意。此刻不宜贸然去定位这次的谈判是成功或失败。这个时候的谈判团队跟政府，尤其需要在野党的支持。根据北京公布文件，新税率有加伫台湾时间8月初7中到12:01分生效。外团台湾提出3000到4000亿美金的对比投资，争取更加低的关税。赖总统讲，谈判依然伫进行，其有保密的协定，无法度讲更加多。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未来，台湾的产品若要销到美国去，关税是要扣20%。虽然讲这是暂时性的，不过产业界也是真烦恼，是因为日本、南韩拢平咱搁较低，才有可能咱台湾就会失去竞争力啦。这上总的理事长柯树抱着警示，无排除会出现这产业刷向别国的情形。还政府谈判时阵，就要争取更较好的结果。另外，今仔日台股开盘是落370点，将有可能是国家队进场护盘，最后是落108点，收伫咧23434点。美国对顶关税，台湾税率将公布是20%，会伫8月初7生效。未来台湾产品输往美国，利顺恐惊互关税加了了。只能说它是60分，但是要补考。原来这个，包括赖总统、包括行政院都讲，这是一个暂时性的关税。那希望在将来未来的谈判里面能够再调降。那也表示他对20%是不满意的，也不见得完全是景气寒冬啦。台湾人很厉害啦，他只要有一个规范，他自己会去找出路啦。只不过是不是全部都跟留台湾，这是大家要去思考的问题了。
甲日本、南韩税率15%来比较，台湾税率加出5%，使往美国产品恐惊无继续竞争力。就连大商伫海外生产的国家，包含中国税率30%、越南20%、泰国19%，这税率拢比15%较悬，恐惊互这厂商重新来思考安排海外生产地。中经院其实原先预期的15到20的这个范围里面的高标，他不希望在跟中国谈判的时候把台湾这个因素再加进来，所以这个事实上造成我们的谈判其实比其他国家慢。那目前我想大家就是有一点点耐心。20%的税率比预期较悬，引发市场的惊吓。台股早盘一度大落超过370点，央股盘中敢若是国家队入场来护盘，中场收伫23434点，落108点。我们一向都还在护盘当中啊，没有什么加不加紧的问题，我们会密切关注嘛，看市场的反应状况，我们会妥善的处理。因为根据中研院7月份分析，那代表对美金汇率维持伫29块，对顶关税落伫15到20%。今年 GDP 成长率大约是2.93%，可能我都保持3%。不过对顶关税一直到8月7日会正式实施，外界期盼也有挽回希望，减少这冲击。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20%的对顶关税对台湾的产业冲击有偌大呢？根据这经济部的报告指出，讲去年国内饮料食品业产值超过1兆，那准扣20%的关税了后，如果产值会减1.07%，若讲到这制造业冲击是上大的，做帽啊、塑胶的产值会落5%，工具机会落超过3%。若讲到做螺丝的这中价阶的订单去互中国抢走，高价的订单呢，就要含这美国、韩国来竞争，有影是真歹生存。台湾产的高阶红玉红茶价格是4000元，如今卖到美国关税是20%，价格变成4800元。不过，如果它的产地是日韩，税率是15%，价格变成4600元，就会产生差异。这就是台湾商品销去美国，加上20%关税了后的计销。虽然台湾第美的名声是烫四海，不过税率就是比日本跟韩国较悬5%。大概是我们在6000多。公吨左右，我们台湾年产量大概是1.2万吨。那包括现在日本的这个抹茶，在美国行销的非常好。台湾食品外销最近这几年是行较有路，高附加价值的路线，资本就无俗。今嘛国加上20%的关税，计销可能更较无竞争力。根据经济部产业技术司的评估，2024年饮料食品的产值差不多超过1兆，若扣20%的对顶关税，产值会落超过1个百分点。有一批差不多4到5个货柜要到美国去，也因为这个关税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啊，所以就变成说停下来。另外，精密工业更加是重灾区，包括模具、塑胶，产值的冲击超过-5%。另外，影响更较大的工具机，产值的冲击嘛有到-3.67%。产业工会亲身出来安大厂商。我们可能都是透过代理商，那有没有机会我们可以朝着自己直销的方式，或者是做一些联盟直销。相对之下，螺丝的产业是更较无乐观。2月份就因为232条款，红达至25%关税范围。今嘛价格的螺丝面临中国下价竞争，中国价的螺丝搁再面对日本、韩国、甲澳洲无同国家的影响。台湾的很多螺丝业界的营业额都降了50%以下。像我知道的2个好朋友，订单全部挂零。劳动部公布7月份通报无薪假人数增加上济，是一间生产汽机车零件的业者，计共193个人，也有一间做数位电视天线的厂商，拢总55个人，拢是甲订单减少有关系。后续关税冲击，无排除会继续产生影响。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要甲咱扣20%的关税，冲击到这农渔业外销市场，其中年产值超过60亿，有4成销往美国的南非产业和台湾的五果鱼产业拢受到影响。另外，全国有7成产量主要是销到美国的龟头岛，同款是受到冲击。渔民就开始伫咧烦恼讲，若阵这背乌好的价销无都和人竞争，就袂当外销，因就无成立啊。台南后壁南非的园区，伫遮南非产业的外销，上主要的商品是南非的材仔，拢需要经过差不多年外的栽培，才有法度销出去。南非的年产值超过60亿，有4成销去美国，进前才拄经过防灾的考验，即马阁拄到台币暂时性关税20%的冲击，业者讲有影是无比严峻过。因为我们的利润没那么高，
以及20%我们好像也是负担不起啊。基本上讲到后面，不管是哪一方是买方承担还是卖方承担，到后面也都是消费者。已经有卖咱货业者赶去美国，要甲美国下游厂商来协调，以生产地转移、全球市场重新布局，甲国内技术的提升等等的策略来应用。除了农业，渔业嘛受到关税冲击。台南的五桂鱼啊，业者讲目前基本饲鱼的成本都已经差不多无利润的空间，佮加上关税，有影会记载袂调。另外，咱国的背后虎大部分拢摕去做鱼排，接受美国市场的环境，占全国产量的70%。渔民嘛烦恼关税会冲击到因的生活。我们一定要增加我们的相对的一个利润，那这个利润加工厂一定不能接受。薪水嘛悬啦，鱼嘛贵啦，对不？啊，当面嘛悬，刚刚的鱼啊，那价安尼，啊，渔民当然是无再来生存。要来美国伫甲无共国家谈判当中，要求开放包括猪仔等等的农产品进口，华人是生产猪仔的大关，农民烦恼咱台湾的米可能会受到冲击。我是觉得说，对于零关税进口的这个部分，还有配额的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这个部分不应该让步太多。农民讲，即马台湾的米生产过多，关税谈判若搁予美国的米连关税进口，唔乃冲击目前关税配价的制度，也搁影响未来猪仔补价收购的绩效。台美关税税率考验业者的韧性，甲政府的应变能力。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讲到南投呢，一直落大雨。昨南投市府南二路因为地势较凹的关系，率来淹水，警方有求封锁线禁止通行。不过民众骑奥多摆要过夜，甲冲过，人和车拢淹去，落尾是救无回来。另外，一节王水里的主要车路台16线，昨暗8点过时阵山架放落来，4线都是拢无法度行。啊，那德山有地龙15个人去满地，却因为这溪水。赶到现场，召集民众赶紧报救护车，一个方向去救人。救援人员甲找到的4单的查甫人送上救护车，赶紧甲伊送去病院，不过也是不幸死亡。代志发生伫7月3日，南投市的府南二路因为大水雨、大淹水，看袂清楚是路也是田。警方有使用封锁线甲伊围起来，不过也是有一个57岁4单的查甫人，毋管边仔人阻止，也是想要骑车过，结果尾啊连人险车冲入去淹水所在。但是该名男子无视封锁线，仍硬闯进入，随即摔车倒地，消失在淹水路段。民众随即拨打198报案。另外，伫滨江乡东源村30个因为溪仔水涨起来，一个骑车的查某人冲入去水圳，送医了后，加载不要紧。因为伫一集来往水里的台16线，3日暗时向边坡规拢放落来，造成这个双向4线道拢无法度过。警方随甲路封起来，工作也赶紧出动大型机械来清理抢通。我们有替代道路就是台54线，从那边先有一些上班族，就从台54线那边进来学习上班。公务段的部分预定今天11点抢通。也伫南投德山，听讲有15个种地人甲家地师傅，因为溪仔水涨起来，掉伫这个大安山区。大水一直冲落来，加上杂沙坝悬低差，规个敢若像大水冲共款，根本无法度到对岸。75个吊伫顶面的种地人甲家地师傅，30透早6点就上山去做事。原本是按算迄天落山来补给，无想到却是吊伫山区无法度落来。目前迄路袂畅通，无电啦，所以我也无买偌济物件入去。旧图54线30K 啊26K。因就入去捡地就袂当出来就无法度啊。公所有拢有传救援的物资，不过考虑水也是真错漏，救援人员伫安全考虑之下，无要冒险倒过，先用气锁清也是锁来送这个物资，暂时解决无物件食的问题。等到天气较好时，就展开救援。另外，伫苗栗大湖苗61线7.2公里的所在，也有大石头落落来，加上无人员的伤亡，公所也派出大型的机械正伫清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的山区布袋乡，唯一对外变倒登去，这乡长呢是冒险撩起，替这村民送药啊。另外，来自含太埔连外道路也因为这土石放弃，虽然车路有畅通啊，不过有一寡路段也是真危险的。水利署针对屏东各类所在发布淹水警戒，提醒民众要注意淹水，还有水崩线的情形。大量雨水一直对山顶冲落来，
暗空有诶已经脆糊糊，布袋乡对外便道规个拢断去，完全无法度通过。当场要去送大武村民慢性病患的处方签。布袋乡长巴正义穿着黄色的护帽，派着包仔，就直接打水行过，看起来真正足危险。屏东山区过6天的大雨，互布袋乡的居民无法度出入。山顶慢性病患者药仔要食了啊，便道搁断去，乡长只好搬山过岭，想尽办法行到卫生所替居民摕药仔。这个举动嘛，互族人足甘心。航管被冲坏嘛，有些人是慢性病啊，高血压、糖尿病啊，还有些人留在那边，那因为很多天都没有出来拿药，有20-30位呢。另外，来义乡甲太武乡之间的太义联络道路，同款受到土石崩落冻咧。至昨31已经暂时会使通过，不过有部分的路段搁互土石砍掉咧。烦恼来义居民通行的安全，水保署会同来义乡公所代表会参在地居民陪同下进行会勘。从丹纳斯台风一直到最近这个豪雨，让我们来义乡呢造成很多的灾损，特别是河川、野溪掏工好几处。我们目前已经报12项灾修工程。受到西南风持续的影响，屏东县原乡8乡镇已经连续停班停课4天啊。水利署早起发布淹水警戒，屏东高丘1级警戒，内埔乡、马家乡2级警戒。水利署嘛提醒民众，较低地区含道路要注意提防积水状况。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虽然讲中部今仔日雨水有较歇挂，不过也继续传出灾情。亲像中华分园的山区有民众的顶仔卡含车路拢放弃，也那台中雾峰的洪国里也宣布水崩山含大规模崩山的红色警戒，紧急撤离30位民众，互因先住伫咧活动中心。东路墙和门前的路全部崩落山骹，中华县分园乡东安村山区一户民家，因为连续落大雨，初一早起煞崩塌，连井埕嘛塌落去。祝福虽然人员平安，不过困精神，工园变款因真惊，也烦恼讲大雨领来，恐惊厝会倒。这路是直接安尼过啊，即摆路拢无去啊，放到厝骹来啊，拢无路啊。无路啊，本来是路规个放落，遐规个。无度，伊即摆路，你即摆雨棚砍安啦，雨棚搁落啦，落行在厝就落去啊。昨暗时帮因厝边啊，遮大家看，刚刚听讲有落石的声音，到底倒位咧帮嘛唔知，嘿，啊是下早啊，差不多5点40至6点就放啦，规个拢放落去。西南起流带来大雨，台中市雾峰区洪国里山区因为地势较惊，真侪道路因为土石崩塌路未通。31下晡接到龙川水保署发布土石流甲大规模崩塌红色警戒，紧急撤离山顶30户住户，住活动中心。民众讲唔捌拄到这么大的雨。没有对，因为以我这个年纪的话，我真的是还没有遇到这么夸张的。对。这第一次。以前好像都没有发生过嘛，因为这警戒值内的下雨量只要超过600，我们都要准备撤离了啦，因为怕像那个小林村的一样啊。当地里长是讲，30人当中有20人去挖亲情，10个人暂住活动中心。目前由社区提供3顿也加4顿的用具，望天气会当较早好天，警戒解除，就会当过正常生活。记者采访报道。虽望这山区雨也搁伫咧落，不过这溪水的水位明显降低。第23六区段的搜救行动31下晡继续进行，到3点为止呢，也无传出有新的发现。这失踪驾驶的家属也对花莲赶来到事故现场关心，希望会当赶紧找到这失踪的民众。失踪驾驶的亲人看今日报来消防军队，因为心中也阁抱着希望。驾驶的阿母甲兄弟姊妹对花莲来到6区，准备要去事故现场关心，希望透过因的呼叫，会当赶紧找到失踪的人。家属讲，因为后生工课伫高雄，新妇是桃园人，所以久才登去花莲一摆。最近一摆团圆已经是过年的时阵啊。小的我们都还没，也不晓得他的名字，还没取。就是最少的这个有取名字了，他们有相片是有，我们的赖那他有传给我看。
早起的搜救有发现完整的汽车车体，但因为河涂甲石头大受侵，下晡消防人员持续针对车体进行开挖，考虑到车出来了后，人可能会游出去，佮加上附近有找到大人囡仔的衫，现在嘛按算要出动搜救犬到找找，望会当有新的发现。跌落的时候有伤，人可能会弹出去的附近，请搜救犬帮我们去在通过它的嗅觉没有办法遗失的几个。搜救以外，公路局也伫下昼抢通第20线6股段79公里的帮立。公部门的车队也是载着满满的物资，包括药品、罐头、泡面、牛奶粉、肉珠啊等等，送去已经交通中断几落天的桃园区。看到车队之外，不少民众拢来倒搬物件，民众望雨会当卖过落啊。外面的家人都会担心我们这边的状况，这样子。等一下想先领食物。对，大概就是食物类的都比较多。因为气象署预估高雄地区到初5进前随时会变大雨，因此市府也持续针对宝来甲桃园的警戒区进行预防撤离。到初5为止，大约800几个民众拢爱撤离到收容所，也是去亲戚朋友家照大，避免发生危险。记者郭家族采用高永昌报道。今下晡，台北市有发生一桩公安事故，树林一带竟然工地伫咧做地下室防水工程，几多名工人熊熊昏去，这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把7个人救出来送病院。消防人员是认为讲，这工地所使用的相关材料内面有丁醇、离甲苯这些物件，这拢是有毒的气体，加上现场无够通风，这害这工人输入到地就来昏去。目前劳检处也介入调查，也先下令停工。刮风雨的民往排空气管，消防人员全副武装入去内面调查。消防车刚报到场，使用设备排烟。好几个都救护车去再走，起身是醒着，后来最后出来的是躺着都不动了。他们在铺这种地板，这种环氧树脂地板，那可能猜测可能是排气没做好吧。原来消防接到通报，讲这个建南工地有工人身体无爽快，随出动去救援，救出来这个伤患内面有5个，中时拢唔知人，甚至事故现场拢是大量有毒的气体。B1到 B3，它这个环氧树脂的这个浓度啊，都还是很高啊，所以我们现在持续做这个正压通风稀释当中。这个公安事故发生在台北市树林的树上路，消防初步调查，初一下晡1点外，工地当地做地下室地坪防水的工程，使用的相关膏料放出有害的气体，但是现场的通风真歹，才会来引起这个事故。有通风设备，但是可能不足，然后所以导致那个员工在地下室施作的时候，才施作2组而已，他就觉得人开始在晕了。工地用的这膏料都是宽用树胶，内面有掺丁醇、离甲苯这有机溶剂，使用上会有挥发气体产生，这规定有定空气浓度的上限，但是事故现场经过检测，浓度超标4倍。如果说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吸到大量的有机溶剂，有机溶剂都会有神经毒性，也可能会造成意识不清楚。他提到说，安全的防护计划经过我们的审查，完成，确保劳工安全作业后，让我们调整他继续服务。今麦事故发生，劳检处派人到场，已经下令停工，卖调查业者施工敢有违反治安法，依法各项违失，上重会当罚30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市永国境下晡3点外，有一名54岁的台电外包工程人员，伊爬推起的电火条要施工的时阵，可能是去互电着当场昏去，规个人吊伫咧电火条顶悬，救落来时阵已经无喘气心跳，目前等咧抢救。是生产商的伙伴，他在从事一些线路的改装，或者是第二个线路设计的改装的时候，它发生了一些感电的事故了。那详细的情况，因为人现在已经送到医院先急救，那事后的所有的情况，我们可能要再了解之后，才能够知道最后的情况。根据了解，迄当时雨落真大，这个台电的外包工程人员爬推伫咧电火条维修的时阵，将有可能是起互电着当场昏去，也因为身躯顶有安这个安全设备，就吊伫咧半天悬无摔落来。伫边仔协助当前随甲电切掉，卡119来讨救兵。详细事故原因，阁需要调查。台电英雄李元汉进前因为抢上电力的时阵因公殉职，今仔日举办告别式，总统府也颁发保养令，感谢伊也表示哀悼。李元汉的牵手也带查某囝来甲爸爸烧送。7台台电高工作业车甲工程手骨举起来送别，
台南市丰泰大伤害家己的电力系统，36岁台电应用李冠涵抢修电力时，因公殉职，且举办告别式。总统府副秘书长何志伟代表总统赖清德颁发总统保养令，表达上亲切的哀悼甲感谢。台电的机部砍伫棺材顶面，表达李冠涵对台电的奉献，场面真庄严。李冠涵的家后也讲到对翁婿感谢甲思念，甲翁婿最后一摆道别。细汉的查某囝伫边仔也毋捌的模样，互人看到底感觉毋甘。我李友汉的妻子，今生来世永远爱你。建设部长郭志辉、家己馆长王忠良、家己市长吴敏惠等人到场致哀。台电董事长詹文生也顺领员工敬礼送最后一程。詹文生为台电员工来加油，也请民众多多体谅，抢修复电工作，爱伊安全上重要。我们台电公司还是要打起精神，因为台风季还没有结束，好大雨依然下着。山区如果因为大雨而产生的一些土石流或坍方，造成抢修比较不易的部分，也要请我们用户能够多体谅。我也希望能够给我们的弟兄们一点点空间，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抢修。李冠涵去电调了后，送医外科伊的科膜维持性命，家属唔甘延长伊的痛苦，决定回去，并且关键伊送应用器官。不过有器官拢歹去啊，经过院方评估了后，成功关键一对眼角膜来为爱人间。记者综合报道。8月初进前，北京公布真侪国家的关税，亲像墨西哥暂时预期25%，搁通延长90天。那加拿大呢是对本地25%调降到35%，瑞士也对4月初的31%变做39%。不过，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也当着法律的挑战咯。这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今仔日针对着关税的合法性进行审理。在川普的主导之下，美国史上第一摆对盟友和非盟友来扣关税。8月初一期限到进前，白宫阁公布一波包括台湾在内的税率，内面值得关注的是加拿大对25%提关到35%。另外，瑞士嘛因为协调未赴工程，税率对35%纠关到39%。What's the hold up with the negotiations with Canada? Well, they have to pay a fair rate. It's very simple. 白宫表示讲，加拿大无和美国合作来阻止芬太尼和毒品流入美国。另外，阁对美国的关税是采取报复，所以同时加高关税。虽然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深深的失望，但是美加之间其实是有美墨加贸易协定会当来消透一个，大部分的产品会当得到豁免。同款在 USMCA 的保护线之下，墨西哥是采取拖时间的战术，成功加25%税率的期限延到90天后。Pues logramos un buen acuerdo, nos mantenemos como estamos y son 90 días para seguir platicando, dialogando, construyendo un acuerdo de más largo plazo. 不过，专家认为，这对墨西哥来讲，其实是有长期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延长墨西哥商界的无确定性，进一步影响国际投资。另外，中国商务部7月31日对外表示讲，美中伫斯德哥尔摩的贸易谈判内面，已经同意甲中国关税期限搁延90天。对这，美国财长贝森特真正伫 CNBC 的访问内面表示讲，美中的贸易谈判确实是有初步的物件出来，但延期90天这件代志讲甲伤早。The current policy, the current trade program that we have going with China right now, as it stands, will decrease our deficit by $5 billion this year. 除了对电关税，美国卖电2礼拜来公布产业别的关税，尤其是药品和半导体。美国当依据1962年贸易扩张法第232条展开调查，到时若确定，全部要伫90天内决定，而且公告，才算生效。一大堆不确定性，和美国扣关税的海关人员，即马头真正有够痛。民主党的参议员舒默就大骂讲，全球关税这和美国人的生活成本更较悬。Trump tariff trade war is a trade war on the American people.
另外，川普政府的全球关税嘛面对重大法律挑战，因为迄当阵川普是引用1977年的法律，讲是美国的贸易逆差是紧急状态，用来闪国会表决嘛引起关税大战。但是有真侪间企业拢无认同紧急状态的定义，走去法院来提告。今年5月，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已经裁定讲川普关税违法，不过川普政府嘛提出上诉。即卖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已经伫美东时间31早起10点开始庭审。假使美国政府若败诉，恐惊就要面对方要求退行全球关税见效状况。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咱台湾要去互美国扣20%的关税，台北市长蒋万安就批评赖政府失职，要求公布谈判的过程，也呼吁停止8月13的大罢免。另外，台中市长罗秀燕是叫赖总统就要赶紧来处理国家的重大危机。不过，台南市长黄伟哲是认为，以目前有公开资讯来看，台湾并无输。那高雄市长陈其迈也呼吁朝野就要团结，支持台湾继续和美国协商。美国公布台湾适用的对顶关税税率是20%，比日本、韩国的15%较悬。外界反倒讲会对台湾的国际竞争力造成冲击。台北市长蒋万安批评讲赖政府失职，除了呼吁公布谈判的过程，嘛化为停止823大罢免。民进党政府还有赖清德总统却发动大罢免，却将心力全部放在内斗上，而没有团结一致对抗关税的冲击，这是政府的失能。所以在这边我要呼吁民进党政府以及赖清德总统停止823的大罢免。我们也必须要求政府公布相关谈判的过程。我建议赖总统这段时间赶快把心收回来，专心在处理这个国家的重大危机上。罗秀燕强调讲，麦去骂谈判团队，因为国际谈判是真无简单的代志。新北市长侯友宜讲，伊接到真侪企业的电话，对20%的关税是真歹接受。华为政府提出具体的应用方法。婚姻馆长张连生是呼吁政府公开谈判的过程，才会当做好相关的应用。整个谈判的细节内容到底是对台湾有利还是不利，还是相关的内容是什么无论在农业、工业方面我们要如何因应，我们也知道要知道现在谈判的底线到底在哪里。虽然是一个暂时性的措施，但目前来讲，对台湾来讲，并没有特别的这个吃亏以及受伤对台湾的国内的产业的保护来讲，也目前为止也没有看到进一步的这个。农民权益的人上，以现阶段所揭露的讯息来讲，台湾并没有输。台南市长黄伟哲认为讲，台湾的关税是比加拿大、墨西哥和一寡东南亚的国家更较低，并无输。讲市长陈其迈呼吁朝野爱团结，支持总统、行政院对美国来沟通，争取符合台湾最佳整体利益的条件，对受到冲击的产业做好配套。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今年核准2种失智症新药一种是申请健保给付的新治乐。专家会议认为，长期疗效证据还无够，所以无建议立去健保。另外一种是乐医保拄送出申请尔，这健保敢会来给付呢？明年头一季会有结果。对音乐咧震动，去治疗中心上课的一伙人，拍拼对制造咧行，其中嘛有得到阿兹海默症的时代。家属除了家己送来遮有团体生活，互退化较慢，嘛关注失智症新药的资讯。这个药还在实验阶段，那不知道说实验阶段不知道有没有效果。如果是有效果的话，当然会想要去尝试看看。卫福部今年核准针对早期阿兹海默症创新的药乐医保甲欣治乐，拢是透过轻度脑内底的类淀粉2倍，互神经退化较慢的。各大病院为6月底开始会当自费来做，不过因为这药真贵，外界关注敢会纳入健保。健保署长赵宗良31备询的时阵证实，专家会议就欣治乐来讨论，因为虽然临床试验有效果，不过欠缺长期效益的数字，计效嘛真悬，所以无建议纳入健保。如果说有新的资料跟新的证据，能够让我们在评估上有一些调整，我们会再评估。新的药敢有机会纳入健保，失智症协会嘛密切关注。协会指出，确实有真侪民众探问，不过限制条件真侪，真正进入评估的无侪。目前像是我们知道以日本为例，政府其实是对相关药物有提供补助。对于家庭而言，虽然药物的可进性也包含经济是非常重要，
那但是就是我觉得家庭需要更完整的一个相关资讯来去做整体的评估。新的下档的药确实是予治疗加一个选择，不过这种药的目的，加款是减慢病情，不是长根。关键要是要回归患者日常的生活，甲对照顾者的协助甲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农业部有统计讲，全台湾要96万只的流浪猫仔狗仔，即动保团体甲野生动物保护团体举办巡回展览，互民众了解流浪动物的问题，也鼓励民众用领养来代替买卖。影片当中，通看到流浪狗准备攻击按公鸟。台湾流浪猫狗的问题，常常致使野生动物受到严重的伤害。为着要让民众了解野生动物保育甲流浪猫狗的冲突，动保团体邀请专家学者举办讲座，希望让民众知影，其实领养流浪猫狗，也通让台湾野生动物的生态环境变较好。对于一般民众，其实是分不清楚动物保护跟野生动物保育，可能也没有想过，原来动物还有分原生种动物、外来种动物，需要不同的照顾跟对待方式。善良必须要搭配知识，这样我们对于动物才能够真正的去发挥很好的帮助。动保团体指出，侪民众凊彩放杀狗仔、猫仔，互因伫野外乌白走，若对台湾原生野生动物造成威胁，也对原生物种造成严重的影响。希望用实际的行动，让大众关心生态议题。尤其是犬猫这一类的动物，到山林里面去之后，其实它们的生态习性跟野生动物之间的一些互动，可能会产生蛮大的一个干扰。那因此呢，我们极力的希望我们的民众在犬只的这个部分能够做好相对的一个管理。那流浪犬猫呢，除了攻击以外，其实有另外一个现象，我们可能也要注意。台湾一直都是狂犬病的这个疫区之一。那流浪犬猫跟野生动物之间疾病的互相传染，其实也是我们应该留意的。巡回展览自8月7日开始，伫咧主妇联名新德站展出，一直到8月底为止。希望让民众知影流浪动物的问题，若是动物福利的议题，更加是生态保育的关键。记者杜君和新德报道。最近中南部的雨势落袂停，气象署提醒讲，拜六开始西南风搁再变强啊，这落雨的范围也会扩大，苗栗以南将可能会落阵雨，或者是下大水雨。气象署预估这雨会一直落到拜一，天气才会较稳定。受西南风的影响，这几天中南部地区雨势落袂停。气象署拜五继续针对嘉义、台南、高雄和屏东4个南部县市，还有台东县发布大水雨特报。气象署指出，拜五中部地区会落阵雨，湘北地区和山区有可能下大雨。今天虽然西南风稍微的减弱了，但是中南部还是断续下雨，尤其呢在午后的雷阵雨的部分可能会比较明显一些。在北部地区以花山区这一带的话，中午过后都要多加留意天气上的变化。气象署提醒，拜六开始西南风会变强，落雨的范围会开始扩大，苗栗以南会落阵雨，也是下大水雨。气象署提醒，这个雨势预估会一直落到后礼拜一。随着太平洋高压的势力逐渐的牺牲，那整个低压带再度的比较往西北这边移动，所以说台湾附近呢会逐渐的变成以太平洋高压影响的天气形态为主，比较偏向是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不过5号这一天的话，大致上面在西半部还是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出现。另外，气象署也表示，今年第13号的热带性低气压伫拜五早起形成，未来24点钟内有机会增强做今年第10号风台北陆，按算会行向日本东南海去，对台湾无直接影响。也毋过引发的西南气流增强，所以拜六中南部的雨势变大，当地乡亲爱特别注意。记者魏宗林、谢桂林台北报道。台东这几天落大雨，这溪水柜涨起来，甲水流茶龙冲到大海。即马这水流茶龙来到台东的富公渔港路，这海巡的舰艇无都出入，渔民也唔敢出海掠鱼。县长赵庆玲下晡去到现场了解，也指示讲2天内就要甲这水流茶龙清好了。上千基的大水茶伫港口默默收，甲台东的富公渔港太甲满，挖港的船只，互大水茶规个围起来，袂顶袂动。台东连续几天拢落大水雨，造成台东的溪水熊淹起来，连带甲树仔冲倒流去海上，加上西南气流的影响，甲大水茶是带入去富公渔港，占满超过100平的水面，严重影响到渔船的出港，嘛造成航道拢塌掉。遮侪渔民烦恼去弄到遮茶雷船的歹去，规气都卖出海。
这礼拜吼特别大啦，咱台东大桥水吼，你敢若赛车队啊过你也看，迄溪水特别大，我拍着几啊十万，得不偿失啦。所以讲渔船拢北咧，拢唔敢出去。因为南风伊就走来遮啦。台东县长姚庆玲初一到场内会勘，指示农业处爱厂商加派机具含人力，加速清除的作业。怪手是一直在喝大水查，要拼2天内清出航道，恢复准假的通行。既然气流把我们的漂流木都飘进来，那我们厂商已经即刻在中午就启动这样的运作，大概2天了，我们尽速在2天之内清出航道，让我们这个富冈渔港能够正常进出。因为海巡的舰艇无法度来出入富冈渔港，敢会影响到海上的执勤。对这台东海巡队回应讲，目前阁有成功绿岛分队会当执行任务，并无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雨落袂停，菜市霜长真济。以西螺果菜市场来看，昨昏的菜市成交量只剩560吨，平顶礼拜减少100吨。也因为这品质较歹，大麦雪对1公斤45达到41块。落雨天了后，农民无用板糖时啊菜，不过因为雨连续落几啊天，菜品质争差真大，造成最近价少有落。青柑啊，顶柑偌济，怎啊偌济？51，这嘛剩42啊，昨剩42，就9块了哎。水菜有稍微低一点，但是也没有到很低啊，但是瓜果类都涨价。西螺果菜市场表示，中南部连续几啊天落大水雨，各地菜市的产区传出灾损。不过因为落雨了后，叶菜类采收的品质争差真大，经销商无啥要买，或整体菜价少有较落。目前菜价1公斤平均41块。叶菜类。甲即个价少扭落来，落足大的雨。浸咧雨啊，第一，伊叶菜类也能卡，它不会长得很挺直啦，过来叶有当会拍破。土淡米都无杂晒啦。所以整个会延后。对，一定会延后的。西螺果菜市场讲，7月31日菜市到货量敢若剩560吨。比1礼拜前减100吨，其中叶菜类的价少有落，瓜仔类也是真贵。不过最近连续落雨，菜市的含水量悬，若搁出日菜可能会搁受损，后续敢会影响菜的价少，也搁要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受到风台影响，这嘉义县霜冻甲真严重，为着要协助灾民重建，嘉义县政府说风台捐款口子已经收到500笔以上的捐款，大约有3200万。7月初，伫嘉义县布袋电路的丹那市风台，毋但造成停电停水，对真侪乡镇的产业甲建筑带来严重的损害。7月礼拜大雨，阁是互真侪所在来饮水，为着要减轻灾民的负担，嘉义县政府专工开设风台捐款的专户，要来协助灾民的重建。累计到现在，感谢有500多位的一个善心人士，那捐款是3200万左右哈，但是还期待各界的一个协助。那我们在昨天有召开了委员会哈，那审议了相关的一个用途。嘉义县成立天然灾害捐款专户管理甲监督委员会伫会议中决议，为了增加民众车辆帮厝损害的补助，中介收入后，阁有帮厝损害的慰问金。另外，处理饮水土石流的部分，嘛会当提出申请，拢会当向当地乡镇市公所来了解。那善款的一个补助申请的话，都是到各乡镇公所。那相关的一个补助项目跟补助规定的话，那我们都用一站式的方式哈，公告在县府的网站哈。那也可以到各乡镇公所到的公所去申请相关的补助。丹那市风台捐款的户名是嘉义县社会局天然灾害救济专户。捐款的户头甲捐款的方式，嘛有公布伫县政府甲社会局的网站顶面。嘉义县社会局表示，希望透过各界的善心，协助嘉义的灾民渡过难关。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这个拜六礼拜又有这台语认证考试啊，这届拢总有16000多人报名。本地教育部是讲，这比更要改做电脑考试，就要考虑到这报名比更有真侪是时段，有关依次用纸本来考。主持今仔节目的金蕉哥哥主持台语二小节目了后，就开始甲台语慢慢扣回来。在这组人的鼓励之下，准备搁一摆要去挑战台语认证考试。伊讲去年考到中级的 B1， 今年搁要拼中高级的 B2， 未来搁要挑战上高级的4级。进前 A 嘛 ，A 考过来即马 B1， 啊 B1 搁有 B2， 那有机会我嘛想讲，我若用考到 C， 我就用去好好做。
老师甲囡仔教讲，咱即摆台语有足侪新的词哦，你嘛要学着。8月初2、8月初3是教育部台语认证考试，拜六考 A 卷，礼拜考 B 卷。同款是礼拜要去做考生的，阁有77岁优秀下阿嬷，为着准备即届的考试，伊写2本满满的笔记，希望台语唔通断去，会当甲母语传予伊的宝贝孙仔。阮孙真细汉，我嘛想着讲，伊咧读1年啊，嘛是会去行这台语嘛，咱台语强要无去啊，我感觉。台语的历史应该爱传予咱的后代搁后代。阿嬷讲，昨才无细里对便所跋倒，互救护车载去病院，他甲天3、4针。阿嬷讲，伊第一个想到就是惊无法度参加即届的考试，加在天公伯保庇，互伊顺利出院。我在烦恼迄天坐椅啊，毋知坐会调袂，因为怎上落去安尼啊，厝都跋倒嘛。毋过嘛是搁要考试。啊，对啊。所以我等下嘛是搁在主题去读个。教育部自本就对外表示，规划即届考试甲 B 卷也甲 A 卷同款，改做电脑考试。毋过考虑到 B 卷的考生有较侪时代可能会对电脑无熟，最后也是决定维持用纸本考试。也若根据教育部的统计，即届报名台语认证的人数计共有16948人，其中考 A 卷的是9779人 ，B 卷是6773人。教育部也希望透过台语认证考试，鼓励较侪人来学台语，走向发展台语的目标。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有好戏出嘛，爱有优秀的演员来搬。为了要培养新世代台语演员，台语台对5月开始办表演班。明仔载拜六伫咧台北特别举办一个结业公演啊，希望打破大众对台语想象，莫干那限制搬一寡歹人或者是乡土剧。接落来也打算要伫咧高雄开课，栽培愈侪优秀的台语演员。真假，烧金对恁来讲，敢若真简单。我爱头一摆烧金，到大也袂发生呢。烧金是一种礼貌，毋是美国人拢真假，是恁伤保守啊。对同配的过程关心朋友的生活，这是舞台剧收配快乐。舞台中12位表演者拢是台语台表演班的学员，因当地为正式公演做准备。有的人已经有演出经验，嘛有因为兴表演专导来的。有学员讲用台语学表演的时，才发现感情表现电动有法度戏愈深。嘛有学员望未来台语演员的戏路通愈来愈宽。用台语的时阵，我就是足有感觉的。较高考啊，较高好啦，较高好啊，较高笑，就是比华语搁较有感觉。以后无可能拢一直拢做迄落寞的戏，也是其他呀。即摆有足侪无共的戏出，就会当有搁较侪无共款的演员来加入这个表演内底。台语台这几年推出真侪无共类型的戏出，亲像盐水大饭店、成功路上，也有拜六礼拜等等，反应拢真好。都是希望大众对台语的想象，莫干那限制伫咧乡土剧。毋过有好的剧本嘛，就有优秀的演员。为着要培养新世代的台语演员，台语台自5月开表演班训练3个月，希望这台语演员未来通伫咧影视市场顶进发展。咱应该要有更较多以台语为主的剧本。伫咧表演世界内面，你爱先介意你家己，你爱先知影你家己好伫咧倒位，好伫咧什么所在。台语台表演班拍算伫拜六正式结业，然后过来嘛会伫高雄开课。拍算9月会当开始报名，11月开学。希望透过培训台语演员，伫咧台湾各地点子，拍破华语主流的影视版图。记者卢尚如、郑准由台北报道。休落来时阵呢，这关怀文教基金会伫咧中华台语文园区办台语童军营活动，培养囡仔伫咧野外求生能力，安怎找方位，若阵受伤爱安怎处理。这课程全部拢是用台语来训练的。囡仔人认真咧拍角，有人是咧学安怎打天道，嘛有人咧做古早时代的弹石机。关怀文教基金会伫休来时举办台语童军营活动，教学生基本的野外求生能力。阮即马做迄是罗马炮，这是以前罗马迄边的人迄工程的那个一个武器。若是阮伫外口就是可能无早物件去看附近有啥物会使用到的物件，咱就会使用你伫这童军学到的知识，伫野外拄到问题就会使解决安尼。
关怀基金会表示，111学年度开始，本土语言纳入中小学的必修课。因过去办野队拢是受国校以下学生，今年特别设计台语童军课，开放中学的学生参加，希望为学校延续到生活当中，营造学生多元的台语学习环境，嘛会当来探讨无共领域的台语讲法。即马学校嘛已经开始伫中学原来有要求啊，所以接续，阮希望佫可以会当伫实际的即个运作的中间来用安尼，我感觉这是阮真期待。这个是一个童军的野队，不过因为之前较无这种童军的主题，使就是互人讨论，会当加办一寡主题的野队，就会使有佫较一个讨论嘛，会使互大家的思虑佫较完整安尼。这届童军营安排3天的活动，有学拍格、安怎伫户外找方位，佮有处理空隙等等。基金会表示，透过活动要互少年辈学到野外生存的基本知识，嘛实现用台语来学万项台。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美国总统 Trump 要求罗西亚伫10天内就要停战，若无就要提出更较严格关税来制裁。罗西亚毋若无要收煞，拜四搁再讲，战争16个月已经甲乌东还有西夫阿尼摕倒转来咯。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呢，拜三暗搁再遭受空袭，造成16个人死亡，上百人受伤。空袭了后，厝体严重受损，救援人员伫规堆的瓦砾内底走出来要救人。有民众想到空袭的时阵，拢讲家己毋知是安怎活落来的。Я не знаю як, я просто спала. Просто і прокинулась вже на обломках внизу. 罗西亚对拜三暗开始用超过300只无人机甲8粒飞弹攻击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主题区，造成严重的死伤，包括幼婴啊。这是罗西亚历清以来基辅伫高一届攻击内底囡仔受伤上多一届。美国总统 Trump 批评讲，安尼有够恶质。I think it's disgusting what they're doing. I think it's disgusting. This is Biden's war. It's not my war. But I said if I get in, I'll try and get the thing stopped. 伫 Trump 公布最后的通牒，要求罗西亚伫10天内停战，也无会实施严格关税制裁在内相关措施。罗西亚毋但无停战，办事阁宣称讲，经过16个月战斗，已经解放伫巴赫姆特西边的要地恰西夫亚尔。美国伫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罗欧一定要透过谈判达成停战甲永久的和平。It is time to make a deal. President Trump has made clear this must be done by August 8th. The United States is prepared to implement additional measures to secure peace. 另外，乌克兰国会拜四也以331票赞成、0票反对，无异议通过总统泽伦斯基提出的反贪腐法修正案。泽伦斯基即时签署法案，这是对俄乌战争发生以来头一个伫国内真侪所在引发群众示威了后，国会针对这个法案做修订，恢复反贪机构的独立。公司新闻陈慧琳编译。美国的东岸7月30受到强烈风暴系统的影响，大纽约地区落大雨雪来淹水。在纽约州和纽德西州31下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包含着纽约市长岛、纽德西等所在做大水，交通受到影响，警方也无用得救灾。大水雨流落地铁的月台，都袂输水墙同款，水位车厢的顶悬直拼落来，地铁嘛完全冻点。美国东海岸当地7月30受到强烈风暴系统的影响，地处大纽约地区落大水雨，淹水严重。纽约市部分所在地铁、火车暂停营运。纽约州斯坦顿岛的排水系统因为无法度消透超磅的雨量，道路的排水孔水倒结规个喷出来。因为积水经过地下道的车驶真慢，有的底盘较低唔敢过，规气势翻头。美国国家气象局针对东北部为巴尔的摩、华盛顿都会区，向北边一直到宾州的费城、德拉瓦州的威明顿、纽德西州纽华克、甲纽约市都会区，发布山顶变大水落来的警示。另外，嘛针对95号州际公路大部分的所在，发布强烈雷公雨的警报。到30暗，纽德西州有超过14000户失电，警方4架去救受困的民众甲驾驶。31下晡，纽约州甲纽德西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纽约州长霍处发声明，纽约市、中岛甲哈德逊河流域上大的降雨量会达到5英寸，差不多127毫米；一点钟的降雨量可能会超过2英寸，差不多51毫米。这场强烈风暴大大影响交通。美国铁路公司宣布，因为积水比铁基路较悬，地处费城往回德拉瓦州威明顿的列车停驶。
会看淹水的情形，决定恢复通车的时间。国家气象局警告，滨州1点钟内降雨量会达到76毫米。另外，纽约、华盛顿、费城、纽华克、甲波士顿等等的所在，北京机场尚无取消1170班飞人机逝，还有几摆的航班都要延后起落。气象专家指出，这个风暴系统唔但带来大水雨，可能佫会透风甲雷公四呐。这个大水雨有可能会落到当地8月初1。公司新闻，但是董北业。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吉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7度到35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3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2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Thank you.